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平台天地节目。自我交代一下，我是苏州平台团的何晴。那这个一期节目里向呢，你也向大家隆重推出苏州平台团的光荣与会青年演员雷派专场。这个一批青年呢，是你苏州平台团的中坚力量。你都从平台学堂毕业过后进苏州平台团，那么领导非常重视。但是呢，还是高强培养。经过10几年的磨练过后，凭良心讲，进步是相当快的。那么你讲好，不见得好，还是要观众朋友来评定一下。所以呢，推出这个一期节目，希望观众朋友你都来点评一下，你都唱得到底好不好？尊敬的观众朋友们，上海的老听众们，欢迎大家在来信大戏后听我们苏州市平台团青年演员台式流派演唱会。我们苏州市平台团举办12种流派演唱会，都还是第一场啊！所以今朝你两高头要教授的特别猛烈点，也请演员唱得认真点。哎，对。所以今朝的流派演唱会第一只是啥个节目？第一只节目。你打得来的是苏州黄天佑的街头。哎呦，搿倒是只新开篇啊！啥还有专门介绍黄天佑街头的开篇？哎呦，你非要熟呢？我问你，黄天佑的街头到底是啥？搿是非要说我啊！我们山东、上海了，听众才晓得。一个是闹。那么流派当中，哪个流派顶顶闹？当然是徐云之先生的序列。对呀。徐云之老先生是你苏州市平台团的牛郎之一，你唱这个序列是和黄天佑的街头节一式一样，跌落了跌落。那么今朝有啥人来演唱？是由徐派的第3代传人黄建中老师的学生子陈峰为大家演唱一曲序列的代表作《莺莺八月》。一档呢，你苏州平台团的领导非常重视
搿道流派演唱会，让其搿点演员啊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与此压力属于动力。伊搿点演员啊，侪非常认真地对待该道演出。那么我呢，特别由我的陶先生王英老师为我负责。因为现代的唱法了，那个音气比较高，一般男生演唱是唱不上去的，所以要想寻这样一个动物啦，很难寻。我辣平台学堂干暑假子20年也寻不着，总算寻到这样一个。哎，搿个小朋友只喉咙比较黑，就当我你自然的声音啦是接近的，而是你唱全部侪用真声唱，不是用假声音来唱的。唱方上的辰光，你就用假声唱上去，我们就真感觉。所以陈峰呢，今朝来唱一段旋律，来听好大家听听看，唱得阿亮，唱得阿灵。倘若不灵呢，希望你都多提半杯比酒。夏季里，历程是路茫茫，漫步飞来，返回未惧，好实。陪神双。金老师啊，哎，三云，两场戏的按楼啊，我讲不算数的，因为我就在到上海了，听众讲过是。按楼啊，啊，谢谢。来听众非常公义。是的。哎，我觉着唱戏的了，半夜个喉咙喊，
瓜朗朗，要求特别高。当然对，也是金嗓子。对管。哎，啊王爷，哎，金老师啊，哎，你是平台高出名的金嗓子你讲得太好个啥事个？你俺唱过戏的啊？我搿辰光年纪轻，活龙比较好个辰光在唱些歌，那到现在是年纪嘛不来在，活龙嘛太板在，现在是我唱不出你。喉咙瓜烂烂个，该到上海来难得来个呀。哎还是来听众实际上热情发自，哎呀，唱他两句戏的了。啊那，还是。你叫我唱戏的啊？来听众实际上欢迎实际上唱不出这样不来你看事意思不唱个，那么再试试看着吧。你别谦虚。那么龙江的孩子，听听嗓子认真是蛮认真个。祝来听众都听平台升级。咱们这个叫细吹细吹。哎呀，搿点喉咙舌头喊个。你有关真肉吧？那么连下来第二只啥个节目？第二只节目带得来个是淡乡村的菜饼。你那搿点啥个名堂了？你现在为是搿啊？流派演唱会了，为了偷得才走些会你长。别急呀，嗯我问你，嗯，淡乡村的菜饼特色是啥？搿么当然也是香也是菜咯。那么你头里向黄月香啦是个香香的，香了菜。搿搭原来理解。是黄月香的香香的，也是我们苏州市平台头的特菜，而且各地的老观众侪是非常欢迎的。是呀，下面呢，请求头里向个青年友王春雅为大家演出一段男儿妇当中的戏曲《优雅正上画中山》。作为这个苏州代表的香香的，给他还有青年唱的啥曲调，是我学生子，可以说是学子很多年素质。那么唱呢是可以能唱得还可以，但是在我感觉当中呢，我也没达到我的要求，因为黄月香调呢是比较难唱的，你不像山调，还不像江调。连一气哈人连了，一口气唱很多句子，而且你黄月香的调头搿个，你能够成功一种流派，不是光光唱能够代表你的，因为黄月香主要是用于感情，伊是感情唱出来的唱腔。那么平常辰光先生辣浪改个辰光呢，一直对我强调，香香的不是依唱而去唱，要用感情去带动搿个腔而去唱。但是真的蛮难的呀，希望搿一次演唱会，我能够辣以后可以更加的去好好去学习，能够好好去个去体会。啊，公子，想你终身辛劳，却又来为之功名两事么？想着功名们。永义呀，永义的，多谢公子。
红船我要分身你都行啦，我们怎能够有眼衬上来化作山？今这里你不的功名得一把，地区功名我更悲伤。你为了功名，一样故事，你这女狮子，女做兵宝，那你为了功名这两头事。你我来真能逢你来陪身说啊，你是为只要得到功名，可其他是你个真心哎哟，那个人还不能做过个，不能做这个是为当了得个了，他是被你功名的。你是眼泪真，满一次门下琵琶琵琶七零送啦，我们怎能给有样衬衫来画中山？他是被你功名的，你也就打你后哭腔。我们怎能给有眼衬衫来化作山？他是被你功名的，你也把你谁家心上花，也没同气来送春去门下，我们怎能给衬衫来画中山？你为也是做聪明，这样人配对美女插花枪你把我来真当作小各位听众，今在参加台视流派演唱会的所有演员，包括常山云等我，侪是苏州平台学堂的毕业生。那么我呢是江面流的水家毕业生。1961年辰光，我们的老师长随着平台学堂的名誉演唱陈云同志，你亲自建议创办的，你是专门培养平台表演人才的艺术学堂，也是全国唯一的一所。那么从今年开始呢，平台学堂跟我们苏州的平台都正式合并，叫摇头联合。那么这样一来，更加有利于培养平台事业的接班人者。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苏州平台学堂2000届的毕业生，叫侯家芬。那么今朝为大家演唱的呢，是徐丽水老师唱那个离蝶开篇黛玉文歌。我的嗓音比较亮，所以辣演出的过程当中呢，唱江蝶、豫蝶唱的比较多。挨当呢，我想对自家有个新的挑战，所以呢，我要唱离蝶。哎呦，离蝶的难度真正高。我答不答应下来，自家觉得相当大的压力。那么我聪明啊，我去寻找一个老师，找你们常开生老师。你当初辰光跟徐丽水老师接触的比较多，所以呢，对离蝶理解也比较深。一开始你当我讲，你吃亏只喉咙太黑，所以唱出来没味道。你要水，你有一种地方呢，要加固定，拿那个声音稍微压低点去唱。那么经过你呢一番指导，慢慢讲我不让我一觉头下来呢，你说我已经有点小的进步，有一点点的味道在。那么呢，我不会放弃，我会得继续努力。我相信我们能够拿离蝶唱好。
搿个一次苏州平台头，我亲眼推出来组织这样一台演唱会啊，真个不容易。辣台浪向看到搿些彩青年，乱派纷呈，百花齐放，我看了非常开心。说明里头对唱是重视。那么，因为苏州平台头的领导重视，所以青年演员比较认真。里头为了唱好每句唱腔，弹好每句歌门，带出心思方言来提高自家艺术。那所以辣台浪向有3点亮点，我衷心希望里头叫百花园中百花开啊，一年更比一年红。我们平台呢打吉他不同，你唱歌今年才还出来的。我一直讲平台10年刚刚培养出来一个可以上书台出书的，真正要成为一个相当是谈不容易。但是搿点青年通过上篇的锻炼，通过头里向不断的培养，特别是聘请了各方面的老师，有上海头的老师，有苏州的老师，一次一次办培训班，资源多，辣各方面有了提高。那么总体来讲，搿批青年各种类派的演唱应该是有一定水平，但是离开老一辈的艺术家的水平会相差很大。所以希望通过一个演出，通过这个老的艺术家来不断的在传达广大听众的来督促，使伊都能够很快的成长。搿个呢，我一直讲，搿点人是我们平台的希望。那么我们苏州平台头的青年过去来讲呢，应该说识别的技艺呢还可以，弹唱呢应该说是个缺门。所以这趟举办这样一个台式流派演唱会，我觉得非常有必要。那么通过一家头的排练不断的磨练之后呢，我多的这个的青年呢，辣演唱浪向才有了很多的提高。所以我作为一个老演员来看呢，我心里想非常高兴。另外一方面呢，我会提出一点3岁节的要求，就是很多青年喉咙也蛮好，那现在也学么子呢，学起来呢并不困难，唱起来呢也并不难，但是要唱好，要唱得来声情并茂，要唱顺滑，搿个是相当难的。那么希望都一步步追下去。余伟清老师呢，1952年就加入你苏州市平台头子，也是你苏州市平台头的牛郎之一。你唱这个语调细腻婉转，悦耳动听，再加上朱世仁老师搿个一只琵琶的衬托，两家头真是相得益彰。今朝呢，请你头里向个青年演员齐刚为大家演唱一曲语调的代表作《两足送兄》。姐妹，而今你已是马家的身量，女兄都虑否也，谁知干死了。我是玉仙儿来，爱心为想我来。我去世，
曾记得我送你来三凤凰山，你是家有牡丹花朵朵，将我的胸膛酸酸。也把家围在牡丹台前上牡丹，而今是那牡丹谁这一生向我众生来把风花开，你我今生两难人离。我这都是风雨，有人把家围。经过改革上旅派演唱会下来，自家得益匪浅。头领导亲自交关专家、交关老师来担任辅导。那么老早呢，自家总归个人认为唱得还可以，但是经过专家一点拨，寻找自家不达的地方，不足的地方还是蛮多。那么今年下去呢，我会得加倍努力，适合每一位诗，唱好每一只开篇。我有一种希望。希望啥么子？就是我们平台了后继有人，搿个后继有人，不是侬只不过讲阿拉平台后继有人，搿个硬胖啊要真本事拿出来摆辣台浪向，又拨观众来鉴定。所以我想搿能个演唱会，包括苏州平台头，包括上海平台头，或者是其他平台头，希望辣辣青年演员迭个一方面呢，要今后多下功夫，拨让我们所有观众有一种享受。有一种向往。下面呢，也请大家欣赏一曲《景点》。哦，朱三金老师个景点啊，真正不容易啊！搿个景点对女演员讲更加有难度的。是的呀。要独特琵琶，拿起椅子，而且椅子上头个弓门是哆啦啦啦啦啦，花到你昏得了结束。哦哟，搿副高声是手里好听的。对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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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铁双包袱这个，最后了音乐性特别强。对，非常难唱歌。朱三金老师不得了，最在台浪向台风大起，既是端庄又是飘逸。从前治国党，女上水，男下水，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是啊。下面呢，也请你头里向青年演员陈以文，你是陈三文老师个学生子，为大家演唱一曲经典的代表作《三湘哑语》。埃个一趟旅跑演唱会，我唱一只经典的代表作《三湘哑语》。那么搿只开篇呢，我是根据朱三金老师的唱片来学的。就是我唱片里向学呢比较死板，把听众呢还缺少呼应，把台浪向
各种表演完全是两样的。所以经过老师专家帮我来辅导这个后呢，我觉着有所自觉。那么到底唱得好了不好呢？老实讲，我自家心里也不底。所以请观众朋友呢，能给得我多提宝贵意见。云衣气楚楚，心荡荡是水深深，泪汪汪，血杯杯，石头脸波楼上。心切切，切令心态。平台度，我觉着改革几年走得非常快，进步提高得非常快，各种流派都获得相当成功。而且有一点我要讲，你的活不是为活而活，为唱而唱，而是唱那个生活，唱里向感情，所以搿点非常可爱可敬的，还是非常难的一点。所以我有一点啥个要求呢？我听着之后啊，我总觉着搿点青年同志为许多光还可以发挥。
为很多钱力，为分全部出来。搿难怪呀，年纪35为年轻了，所以这个前途我相信非常好看，将来会得越来越好。我希望你到了让这个不断演出，实力当中不断的提高，能够越来越好，能够拿你的平台事业发展继承，更好为我们广大平台爱好者服务。我们这个苏州台市的流派是实在丰富多彩，是的，而且各种流派唱腔侪有你的特色，味道侪是好得不得了。搿点才是你平台当中的宝贝呀。是啊，所以你青年人应该努力继承下来，为要努力发扬光大。对，那么接下来呢，你不仅仅要请来听众听，还要请大家看。谁叫听书为哪叫看呢？用这个两位演员的貌相实段好看。哦，嘿嘿，叫男的英俊，女的漂亮，正好不是现在搿种电影明星了还，啥个王小明了、章子怡了，都我带开啊！这个好的啦，这个好的。啥人家？张艺谋、岳群。哦，我晓得着。来听看，你都非要弄错啊！张艺谋不是电影代言张艺谋啊。同名同姓，是你头里向来你在讲张君梅老师的家族张艺谋，那么岳群呢，就是你金立生老师的爱徒。不够。两家头第一次合作了，还是水度合作。那么一趟两家头特地为此流派演唱会呢，排练子一出开篇，用江调语调来对唱，叫梅竹。是的，这个一张梅竹开篇，也代表着你平台演员对男听众之间的与世之情，真叫梅爱竹，竹里梅，相亲相近，竹与梅。讲勿来了是一位搭你重新排腔，搭你排，因为你是第一趟合作，葛么总归有搿种地方侪不是穷磨的搿个，那么刚开始讲哦，有种地方当中哪改改是吧？声音门对呀，哪哈，那么两家头也比较好一点是吧？那么你晓得怎么？再搭你唱唱，子讲来是再搭你提出意见。所以我觉着那通过埃个一趟学得不少物事，让下趟学艺术个过程当中侪可以用上，能够有使自家不断个提高。内
通过这次老师们啊、专家们对我提出是不少意见，让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理解浪向也有点自家的心得体会。那么埃趟是和岳群与团里向的一位优秀青年演员合作，这样剧烈对唱，所以让这样老师牛掰的唱法浪向呢，有种唱腔，有种地方是有点改动。那么也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他做一声猜了去。把彩凤簪戴在眉顶上，义君共饮醉三杯今宵东山足与希望搿点青年辣盖个基础浪向呢，自家去弄开篇或者先头来拿个乱炮唱腔配上去，能够唱成功。葛么我觉着搿点青年呢，可以说是脱颖而出，有飞跃。还正因为辰光关系呢，今朝个节目就播放到搿搭，可能观众朋友觉得会不到啥意，分眼间既然继续收看华一期个平台天地来播放搿场演出个下半部，但辰光呢，言不尽不散。下里碧水东风凉，不知道。